滿有信心、被聖靈充滿嘅執事司提反被捉拿到公會之後，當眾申訴。佢繼續咁話：當時埃及嘅法老王用詭計苦害我哋嘅宗族，逼佢哋丟棄我哋嘅嬰孩，使到嬰孩唔能夠存活。嗰陣時，摩西剛剛出世，佢俊美不凡，但係3個月之後就被逼被丟棄啦。當時法老嘅女兒救咗嗰位棄嬰，收為養子。摩西學咗埃及人一切嘅學問，說話行事都好有才能。到佢將近40歲嘅時候，心裏邊就想去探望自己嘅同胞以色列人。到咗嗰度，佢見到一個埃及人正喺度欺壓以色列人，佢就為嗰個受欺壓嘅人報仇，打死咗嗰個埃及人。之後摩西就害怕逃走，寄居於米甸。過咗40年，喺西乃山嘅曠野，有一位天使喺荊棘火焰裏面向摩西顯現。摩西見到嗰個異象就甚為稀奇。當時有主嘅聲音話：我係你列祖嘅上帝。摩西戰戰兢兢，唔敢望。主就對佢話：我嘅百姓喺埃及所受嘅困苦，我實在見到啦。佢哋悲嘆嘅聲音我都聽到啦。我要拯救佢哋。你嚟啦，我要差你去埃及。之後，摩西帶領百姓由埃及地出嚟，喺埃及、紅海、曠野40年之間行咗神蹟奇事。佢曾經喺曠野同我哋嘅先祖喺一齊，又喺西奈山同佢傳信息嘅天使喺一齊，並且領受咗生命之道傳俾我哋。我哋嘅祖宗卻唔肯聽從，反而棄絕佢，心裏面對埃及依依不捨，更做咗一個金牛犢，仲攞祭物獻俾呢個偶像。於是上帝就轉面不顧，任憑佢哋侍奉天上嘅日月星辰。我哋嘅先祖喺曠野嘅時候，一直帶住安放約櫃嘅聖幕。後嚟上帝從我哋嘅先祖面前趕走外邦人，使佢哋得到應許之地。於是佢哋就同約書亞將聖幕帶到嗰度，一直到大衛嘅時代。你哋呢啲硬住頸項嘅人，時常抗拒聖靈，你哋嘅祖宗點樣，你哋都係一樣。嗰啲預言彌賽亞要嚟嘅人都俾你哋嘅先祖殺害，如今你哋更出賣咗彌賽亞耶穌，殺害咗佢。眾人聽見呢番話，就極其惱怒，向司提反咬牙切齒。但係司提反被聖靈充滿，定眼望住天，佢見到上帝嘅榮耀，又見到耶穌企喺上帝嘅右邊。於是佢就話啦：我睇見天開啦，人子企喺上帝嘅右邊。於是眾人就大聲喊叫，掩住耳朵，一齊湧上前，將佢推到城外面，用石頭打佢。見證嘅人就將自己嘅衣服放喺一個名叫掃羅嘅年輕人面前。佢哋正用石頭打佢嘅時候，司提反就話啦：求主耶穌接收我嘅靈魂。佢又跪低大聲喊叫話：主啊，唔好將呢個罪歸俾佢哋。講完呢句話之後，司提反就斷氣啦。